唔知大家有冇聽過龍陽之癖呢4個字呢？其實龍陽之癖咧就係形容緊一啲同性戀者啊。哦，原來咧你係有龍陽之癖嘅喎，咁即係話咧，其實咧佢就話你係同性戀咁解啦。話說戰國時期一個叫龍陽君，佢就係魏國嘅一個大臣嚟嘅，就係有史書記載以嚟第一個嘅同性戀者。所以咧自此之後咧，形容啲人係同性戀咧，就會話佢係龍陽之癖啦。咁《尋秦記》電視劇裏邊咧嘅龍陽君咧就係由蓋鳴暉去飾演嘅。明輝咧嘅戲固然好好啦，咁佢亦都可以飾演到一個好硬朗啊、武功好高強嘅一個魏國大臣啦。咁但其實喺小說裏邊咧，龍陽君咧除咗係知書識禮啦，同埋武功高強之外咧，佢亦都係比較嬌滴滴啲嘅。佢嘅化妝啊、衣着咧都比較偏向女性化嘅。佢喺電視劇裏邊咧一開始已經係項少龍、古天樂嘅好朋友噶啦。但係其實喺小說裏邊咧一開始咧，龍陽君同埋項少龍咧係敵對關係嚟嘅，甚至係互相係要殺大家。去到最後咧，因為某一啲事情咧，令到佢哋變咗一個肝膽相照嘅好朋友。點解會成為一個肝膽相照嘅好朋友呢？我下一條片會再講噶啦，大家記得留意我 IG 同埋 YouTube 啊！